透過短片為仁愛堂蔡王玲玲教育基金 AI 航天科技比賽2025嘅啟動禮致辭。今次嘅 AI 航天科技比賽2025啦，亦都正係一個極具意義嘅平台。今日非常高興能夠和各位一同見證全港中小學 AI 航天科技嘅比賽，可以同一眾咁具份量嘅伙伴一齊推動香港嘅科技教育。我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我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比賽。我係代表3香港3 Education， 我哋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我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我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我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多謝大家支持 UFO AI 航天比賽活動。全力支持 UFO AI 航天科技比賽。